后来过来嘛是民众关心的议题。政府明年要来开放着含300种的美国猪进口，本地就10个县市是按自治条例来规定，猪肉甲产制品袂当来验出着300种。昨这个台北市议会过来通过着是按自治条例修正案，未来伫台北市拿来贩卖着含300种的猪肉，会当罚6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下的罚款。啊，若是互行政院宣告讲，甲中央的无法相违背无效的时阵，安尼议会就要申请释宪。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以超过一半优势通过食安自治条例修正案，未来卖有300种的猪肉，会处6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下的罚款，而且会使卖一摆罚一摆。地方上的反应还蛮热烈，有小朋友在读书的家长，他们会比较担心的。带有罚则，这个法令的这个食安条例才有真正有效果。不过台北市法务局表示讲，自治条例爱送到行政院核定，若是犯着中央的无法，安尼就无效啊。议会申请释宪，市府表示尊重。这个法则是议会来提案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尊重议会的立法权。地治法的规定、自治条例都要送到行政院去核定。其实早伫2016年，台中市就制定食安自治条例，针对有300种的猪肉无超过中央容允量却被检出，会使罚3万到10万。另外包括桃园市、基隆市、嘉义市、新竹县、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宜兰县、连江县等有10个县市。本来就猪肉甲相关的制品袂使检出300种的相关规定，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嘛表示讲，零检出是未来自治条例修法的方向。看到了办事开放300种的猪肉进口台湾，地方恐惊会阁继续对抗中央。